那完了，各把地的是这几期吧？好嘞，对了，现车上还是吧，对了吧？哎呦，咱们目前老么记得这边什么是的，咱们目前是对干了，咱们我说的年年前对干了，到年年前当看着结果的，老么肯定也能让人娘说来把提过来是，让。那娘说浪当的，那现在娘说浪了，如果看着去给的，那农村结果的是的嘞。好，下面呢，第四个呢是，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弟子之次第是这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真正实修的时候，又实修的方法又是什么样的？当引导弟子修持佛法的时候，又是如何去引导的？以及说，在自己又如何去修持？自己修持之后呢，又怎么样自己把他人引入修持佛法的？大把起码大把工人老妈觉得这个什么？但娘说我说狼对洗搞的，娘两个是这样的，反正老妈成就狼了，感觉替我的也是。好，所以呢，第四个这个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到弟子之次第，这讲的是什么呢？在真正实修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样去把带领引导弟子们怎么去修持？那对了，新年点数的，点点偏远满对面你们到底你们要的话，点进实际，我在这里的。好，当然呢，这个再接着内部也有分说到知根本甚至是法，以及其意志以如何修持，也有这样的内部有这样的一个接着下去的。哎呀，我那个什么东西上来，那么这样的，肯定就是。